来看政治的消息，总统赖清德接受电视媒体的访问，伊讲中国已经对台湾发动5种威胁，包括威胁国家主权、威胁国家领导。佮讲南北两党呢，即摆路线是甲中国徛共阵，也针对南北第4摆来阻挡1.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，在也要求总统去到立法院来国政报告。赖清德讲，若有必要，伊愿意去，毋过袂当随问随答，因为安尼是违宪。 因为一打这个违反最近的这个大法官的宪法法庭的裁判，不是说我刻意不愿意去报告因为宪法的规定嘛。有啊，我如果破了这个先例，宪政体制一旦混乱的话，这不是国家社会之福了。强调投诉也需要甲所有人，总统赖清德表示，愿意为1.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到立法院做国政报告，呼吁在野党尽速审查，更加提醒中国对台已经发动5种威胁，包括国家主权甲认同，拄着离个中共大动作宣布围台军演，国民党主席第立文，煞将目标指向是赖总统制造对立。主其事者是我们家赖总统啊！当你们一天到晚都在挑衅，还要在野党想方设法的。 为和平开一扇窗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只有一个基础，就是9·2共识。过去在野党讲9·2共识是一中各表，但现在他们已经不讲各表了。对，啊，其实他们现在的路线基本上就是一中同表嘛。总统赖清德认为，未来南北两党以成为中国人威胁，都是对国家认同无清楚的威胁。更加要问在野安怎揽到习近平，所要代表自家民选的总统。他们公开赞赏。 普丁啊，不是独裁者，然后呢，也拥抱习近平，却是对台湾民选的总统要弹劾。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会自有公道了。台湾民众党何时赞赏普丁不是独裁者？台湾民众党何时拥抱习近平？身为一个国家元首，竟然成为带头造谣的人，何其悲哀！ 限你24小时澄清道歉。民众党花声要提出民事告诉捍卫清白。针对立法院南北党团提出的总统弹劾案，会分阶段推进公听会、审查会甲听证会，个人派邀请总统去立法院说明。将期末伫2026年5月19，也就是赖总统就职2周年进前进行记名投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